练习过一遍，吼，所以咱来唱这首歌，应该大家拢真熟，来请评来弹一遍。那是会使咱请新歌队来唱四部哦，后面就有了。来唱。拜时，咱大家应该都有休困嘛，台风假，咱感谢上帝，咱互咱会当平安经过这个足大的风台，虽然无论经过各项代志，常常帮助安慰扶持。好，咱来唱第二节，来请。我主救主，随便我心，在我。信息回应的信息，吼，这首歌我应该拢真熟。咱来看咱今仔日开始要开会要开始礼拜的这首第一首的信息。主，我要学到你。我想这首歌应该足侪人捌唱过，因为伊的歌词、伊的旋律足好听的，所以应该咱有足侪人拢真介意这首歌。咱先来对头来读一遍，来请。主，我要学到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归荣光你圣名。主，我要学到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第二节，主，我真实听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
为阳光你性命。主，我真心听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第三节，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阳光你性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所以咱有三节其实咱迄个歌词的改变只有一个地方。第一位是啥物？第一位是我要学到你，对吧？第二节是我真是听你。第三节咧，我要服侍你。所以对头到尾，其他的所在拢是共款，只有第二句的迄个我要学到你，我真是听你，我要服侍你，有时我无共款。所以咱对头到尾，咱来思考咱的信用。咱嘛是对头的，一直来唱一遍，因为这首歌就水的，迄个和声写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可以的话，咱唱歌队嘛是会当，甲咱到三工来唱迄个习惯部分，咱会当唱到慢一丝来准备咱的心，用祈祷的心来唱这首歌。咱请来大家。请。信息它无相共款旋律啊，就非常的迄个抒情。至于诗歌的作词甲作曲是一个法国人所以其实应该算是近代咱法国的歌曲。所以咱咧唱的时阵，我看这个歌词，我听这个旋律我想到一个有一点类似的一个派别，叫做泰泽诗歌。但是我查过，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但是迄个它的那个旋律伊的迄个思想，我想到泰泽有一寡同款的所在。我毋知影咱知影泰泽迄个诗歌嘛？伊是20世纪的时阵，是对泰国南部一个村庄及军人他们是有秉持着加尔文的一些改革的一些思想，但是他们的礼拜的这个模式，它亲像迄个天主教的一个形态。因的敬拜方式就是祈祷加唱歌，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礼拜的模式。讲到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比较没有的所以因透过这个歌词歌词来不断反复的在唱的时阵，来体验着上帝的临在，甲迄个歌词，因圣经的话，伫咱的身躯要甲咱做出相款的影响。所以泰泽的
类似泰泽因的安怎讲，它的特色。这首诗歌虽然不是泰泽诗歌，但是咱会当用同款的这个心，咱来唱这首歌词。咱准备咱的心，伫咱今日要开始礼拜正前吼，将咱的心思意念献互上帝。咱来对头过来唱一遍。来自我要学罗你。主，你是阮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咱准备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上主，咱的上帝是道义的主，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再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303首，圣诗303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道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头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腹中保孕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去，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受天。他做伊的爸，上帝的大病，伫马中挂死看活人甲死人。我信信靠我教会，信徒的上头，罪赦免，肉体的过犯，永远的大名。请坐。三个用启应文第1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我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嫌天，对土白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计划遐尼济，假事甲礼物你无爱。
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直直落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阮有时毋知要安尼去满足你的心意，总是你的话充满气力，会使引带大领咱头前的路站，会使重新改变咱的眼光。阮思想过去的日子中间，你怎样好款待阮，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平安。虽然有时拄着艰难困苦的代志，总是主你所赏赐的恩典，教也婉言。阮有信心超越这人生的痛苦，所以阮有欢喜快乐的心，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服侍敬拜你。求主这时差遣圣神运行伫阮的心中，帮助阮，互阮安静，用专一的心服侍敬拜你。透过礼拜，甲你搁一摆亲密的交陪。一方面，阮领受你的话；一方面，阮嘛思考家己的使命。求主帮助阮，互阮伫规个礼拜中间有信心，引带保守。阮嘛将今日传道的性质，完完全全仰望伫主你大能的成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阮所献的诗歌、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弹奏每一首音乐，拢是为着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兼顾阮手所做的工，阮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上山教会仰望交伫你的面前。求主保守看顾，互阮有新的意向，看出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教会的事工，借着这事工的推动，来互众人得到好气。阮嘛透过这服务性的工作，互人明白主你的疼，得到伫阮的中间。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阮心内国家台湾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主怜悯看顾，互阮所有伫即片土地的人民会使追求真神，特别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伫无共款的葡萄园、无共款的区域，服侍过程中间拢有满满的修行。透过阮所做的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深深摆咧以上的祈祷，即时嘛爱照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因讲。
请做伙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到34节，伫台语和日本第50页。有经学士一人到，听因辩论，在耶稣后印，就问伊讲：遮个诫命中，倒落一条是第一要紧？耶稣应讲：迄个第一要紧的是讲，以色列啊，着听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第二个讲，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其余的诫命袂有比即两条较大的。经学士甲伊讲：好啊，先生啊，你所讲的真正对，上帝只有一个，以外无别个。若尽心、尽力、尽力听伊，搁听厝边亲像家己，就赢过拢总规正真生的小祭。甲祭司，耶稣看见伊应了真通，就甲伊讲：你离上帝国无远啊！对迄时无人甲搁问伊，请为伊听传道讲道，题目是第一要紧的。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怜悯疼惜，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聚集来敬拜学了你，嘛会当听你的话语。愿你用你的话语来教示阮，互阮会当知影啥物是主你所心意的。嘛求你帮助阮，互阮真实不只是听尔，会当真正活出主你的心意，做主你所爱阮做的。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咱感觉啥物货伫咱的生命中是第一要紧的？有一个真有名的时间管理的方法，是时间四象限。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即个方法？通常呢，若是要将咱的代志来分做是重要，阁有要紧的话，佮会用即个方法来帮助咱会当知影啥物代志应该爱先来做。所以咱看即个时间第四象限的即个方法，咱看到第一象限遐是讲要紧甲重要的代志，给放伫遐。若是第二个就是重要但是无要紧的。第三个是无要紧嘛无重要的。第四个是要紧但是无重要的。咱会当想看觅啊，伫咱的生命中，伫咱逐日的生活中，有啥物代志是放伫即世的对一个所在？通常咱时常会将真侪的代志拢放伫即个第一个所在，就是要紧佮真重要的即个所在遮。所以有可能咱因为安尼，咱就会感觉讲啊，为虾米我逐日拢穿诶真无用？毋知影家己到底是啥怎遮尔啊无用？为虾米会安尼？有可能就是因为咱甲足侪的代志拢感觉真要紧，嘛真重要。但是咱若是安尼的话，咱无法度甲代志做好。所以其实伫即个咱看即个时间四象限内底，咱会当知影，其实伫即个要紧佮重要的即个所在，即遮的代志应该是爱愈少愈好，因为安尼咱较有法度专心去处理。去做咱应该上重要、上要紧爱做的代志。所以咱伫安排代志的时间内面，处理代志的时间内面，咱上重要的问题是咱爱知影，咱是为着啥物代志来努力，
即个方法会当互咱来想看卖啊的，看咱到底目前对咱来讲，啥物货是要紧搁真重要的。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伫新约马太福音书、马可福音书、路加福音书内面，拢有记载着耶稣甲经学士的辩论，即个上大的界面到底是啥物？伫路加福音中，是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旅途，甲一寡要试探伊的律法师来辩论。虽然马太嘛有共款有安尼的记载，甲马可是共款的时间点，就是将即个代志是伫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了后拄着的代志。但是马太福音中嘛是共款，是律法师因想要试探耶稣，因的动机甲路加福音中的遐个律法师共款，拢是要试探耶稣。所以咱若是伫马太福音甲路加福音中，咱看到记载耶稣甲律法师的遐个冲突，毋久，拢是耶稣甲律法师的冲突。不过咱若是看咱今日的经文马可福音中即段经文的话，咱会当发现其实真无共款。这是一个拉比因之间的互相的欣赏的对话。所以咱看今仔日的经文，马可福音书第12章第28节，有一个经学士一人到，听因辩论，知影耶稣咬人，就问伊讲：遮个诫命中打落一条是第一要紧？咱会当知影，即个经学士伊问耶稣即个问题的目的，是因为伊知影也感觉耶稣伫头前甲遮个祭司长啊、经学士啊、长老啊、法律赛人，阁有遐个撒都该人等等遮个宗教的领袖的辩论的回答真好，所以伊也认同耶稣的回答。伊较问耶稣即个问题，到底遮个诫命中打落一条是第一要紧？即个经学士伫马可福音中，时常咱会当看到，圣经大部分的遮个经学士拢是要陷害耶稣、要试探耶稣的人。但是咱看咱今日经文的即个经学士，其实毋是所有的经学士拢是安尼。经学士伊问耶稣，遮个诫命中打落一条是第一要紧？即个问题嘛，反映出即个经学士对律法的看重，到底律法中对倒一条是上重要的？这也是遮个经学士因时常的讨论的问题。其实即个经学士伊问的即个问题啊，真正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咱信靠上帝、听上帝的人，怎样生活上基本的一个准则。所以即个经学士问的即个问题，问了真好。咱会知影，咱的问题若是问了好、问了水、问了正确的话，是真重要的。伫四句遐的科技公司，问问题，因感觉问问题比得到答案搁较有价值。因为一个好的问题，会当互更加较侪人有新的想法出来。所以现在咱的科技嘛愈来愈发达，是一个科技愈来愈发达的时代。AI 人工智慧嘛愈来愈进步。譬如讲，咱有可能在座的人嘛有人咧使用 ChatGPT， 这是一个即马做侪人咧用来找资料啊、写文章啊、写报告啊，阁有整理资料、解决问题的一个物件。但是，若是为着要得到答案，为着要得到咱想要找的即个问题的答案的话，咱嘛必须爱问正确的问题。因为有时阵咱若用即个 ChatGPT 的时阵，咱的问题若毋是真清楚，也无明白的，互即个 ChatGPT 讲，你应该爱互我啥物款的
我想要啥物，你应该帮我做啥物，你应该要爱提供我啥物款的回答的话，其实真侪时阵，咱可能会得到的是错误的回答。所以，一个真有名的爱因斯坦，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认为问题若是问了正确，是真有价值的。伊讲的即句话真有名，就是若是我有1点钟的时间会当拯救世界，我会开55分钟确定问题是啥物，最后搁用剩的5分钟来想解决的方法。一个遐尔有名的科学家，伊讲，伊感觉伊若有1点钟的时间会当拯救世界，伊会开55分钟去想，到底啥物代志开始，到底即个代志，到底即个问题，啥物会较是上正确的问题？安尼伊较有法度知影。啥物会较是获得真正解决的方法？所以咱若是问到，安尼问题若是问了正确，咱会当互咱更加较能理解代志，嘛会当帮助咱甲人之间的关系，咱甲别人的开讲的中间，咱嘛有法度理解别人的想法。耶稣伊嘛真爱问问题，伫福音书内底有人有算过。总共有超过300个问题，大部分拢是为耶稣伊所问的拢是耶稣所问的问题。因为耶稣伊时常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毋知影敢有人嘛是安尼，问人问题，人来问问题的时阵，你会甲伊佮用问题问转去，这是一个真好的回答的方法，嘛会当知影别人的想法是啥物。所以咱爱知影问问题真重要。这个经学士伊所问的即个问题真重要，才会界命中打落一条是第一要紧的。这个问题真好，也真重要，真值得咱会当好好啊来思考。既然这个问题问了好，咱也应该来详细听看卖啊，详细来看卖啊，耶稣伊到底是怎样来回答？耶稣伊应讲。迄个第一要紧的是讲，以色列啊，着听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第二个讲，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其余的界命袂有比即2条较大的。耶稣的回答连结旧约、申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5节，阁有利未记19章第18节的经文。伫马可福音中加入真意，可能是要强调思考的重要性。所以咱爱知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其实无对一个是上重要的。是要强调，咱必须爱用全部的性命来听上帝。所以其实，咱应该爱用全心、全性、全意、全力，安尼较更加有法度接近即个话原本的意思。耶稣的回答其实将即个10条诫上重要的拢强调出来啊。第一个是听上帝，听上帝；第二个是听厝边亲像家己。听上帝是10条诫其中第1条诫到第4条诫，听厝边亲像家己是第10条诫中第5条诫到第10条诫。这个第一甲其余的。听上帝，甲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并毋是即2个选择一个，是对咱的信仰来宣认到实践的必要的阶段。即2个拢真重要。生命的展现是咱应该爱建立伫对咱上帝的认捌。耶稣伊甲即个经学士的互即个经学士的回答，
会当互咱知影，听就是上重要的，因为不管是听上帝，也是听人，要实践即两件代志，拢应该上主要的就是听。安尼咱会当知影，听就是咱基督教信仰内底，阁有咱生活的基础。对经文中，咱会当知影，听上帝、听人、听咱的厝边，亲像家己。即个听的对象有上帝，阁有咱周围的人，阁有咱家己。耶稣基督的救恩通过十字架来表达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人会当甲上帝结合，嘛会当互人甲人之间结合。十字架就是安尼，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会当甲上帝结合，人甲人的之间嘛结合。因为咱会当听上帝，因为上帝先听咱。互咱嘛会使彼此相听，所以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的意思是用听咱家己的方法来去爱咱周围的人。咱爱知影，咱必须爱先正确的来听咱家己，咱较有法度真正去听咱周围的人。真正的听，毋是一个真自私。敢顾家己尔，嘛毋是一个真自我感觉良好的听。其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咱爱知影咱家己的价值，刷落来咱爱接纳咱家己，咱爱包容咱家己的一切，接受咱家己其实是有限的。安尼咱较法度真正听咱家己。嘛法度听咱周围的人，所以咱爱知影问题若是问了正确，真重要。因为对咱来讲，咱会当想看卖仔的，到底什物是第一要紧的？咱若是要实践上帝的听，实践听的话，咱到底会当怎样来做？伫约翰福音中，耶稣伫要上天之前，伊对门徒讲。有我的命令，搁守伊的人，即个就是听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爸听伊，我也要听伊，搁将本身显明伫伊。所以其实上基本的，咱应该先做的，就是咱应该先好好啊听上帝的话语，而且咱爱遵行，咱爱遵守，咱爱真正去实践。去行出来，你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讲，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这是咱时常听见的经文，也是互咱教会中拢称作是新的诫命。这个新的诫命，也是咱对信仰的宣认。听就是咱信仰甲生活的基础。愿咱每一个人拢真正会当用咱全部的性命来听上帝、听家己、来听人，嘛伫咱的生活中会当活出上帝的听。到底爱怎样做咧？咱其实做每一件代志时，咱拢爱时常用安尼来思考，就是咱做即件代志的时阵，是毋是真正有真心、真性、真意？尽力听咱的上帝，阁有听咱的厝边亲像家己。若有安尼的话，即件代志咱做的，就是合上帝心意的。所以愿咱每一个人真正拢会当用咱全部的性命来听上帝，听咱家己，嘛听咱周围的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中会当活出上帝的听。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因为你会听，先听阮，互阮会当彼此来相听。愿你帮助阮每一个人，真正伫阮的生命每一工中，阮拢会当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也会当听阮的厝边，亲像阮家己。
求你帮助阮，假使阮知影怎样来听阮就业人，嘛知影怎样听阮家己。愿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先更加明捌你，嘛明捌阮家己。刷落来，阮个有法度真实会去听阮就业人。求你应带带领阮，也帮助阮教会每一个人，互阮伫做每一件代志的时阵，阮拢会当好好啊来思考，啥物是上重要的，啥物是第一要紧的。互阮会当时常用即件代志是毋是真正是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佮有法度听阮的厝边，亲像阮家己的安尼想法来思考，阮安尼做甘对？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有安尼的智慧，也求你用你的听，伫阮的生命中，伫阮的生活中，帮助阮会当真实彼此来相听。阮将阮的一切交托互主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请做伙来读今日经句，咱做伙读两遍。你着真心、真性、真意、真理爱主，就是你的上帝。第二个讲，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其余的革命袂有比即两条较大的。马可福音12章36到31节，你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第二个讲，着听主上边，亲像家己。其余的诫命袂有比即两条较大的。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三甲因此来回应上帝话信息529首，529首，请起立。请坐。
奉献，请庄博雅技师、陈秀娥技师、廖穗芬技师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礼拜组整2025年第1场礼拜招待音控，第2场礼拜出现甲音控，甲2场礼拜直播的同工，有需要的请到1楼公布栏登记到11月24号为止。明年爱献花登记家庭礼拜的活泼性命灵修的外刊的兄弟，请到1楼公布栏登记到11月24号为止。第3点，淡宜里儿少牧区儿童组伫今日下晡12点30分要举行青师座谈会。请团导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朋友。咱做伙欢迎贵牧师因全家将因的会籍转转来咱教会，拍火来来欢迎因。好，这是咱来公道。咱为着咱的世界，佮有台湾即道因为风台有真侪灾害发生，求上帝帮助咱台湾每一个所在拢会当伫复原、恢复遮个咱的空间等等、路人的物件等等遮个代志来祈祷。咱嘛为着伫逐个宣教的宣教师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建堂的事工，佮有咱教会济济的事工
咱教会150周年的事工来祈祷，嘛为着怀孕的躁郁来祈祷，嘛为着即马住院的遗体幼春节来祈祷，为着遮一寡身体欠安的遗体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将全世界拢交托互主你，因阮知是主你创造宇宙万物，逐个国家、逐个所在拢是你所创造的。求你帮赞带领看顾人民，互遐搁伫战争的国家，因的百姓会当有主你的平安。主啊，也求你帮助阮台湾，伫即道风台过了后，真侪所在拢有发生真侪灾害。求你帮助阮台湾，会当伫即个风台了后，阮会当有主你的平安，嘛会当伫即个整修的过程中有主你的看顾，有主你的智慧，互遮的每一个所在遮的负责整修的遮的人会当有智慧，知怎样来做，嘛求你来引带带领阮教会，阮教会伫你的面前会当真实合主你的心意，愿阮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每一个事工，包括建堂的事工，阮咧做的时阵拢会当先去思考，阮安尼做敢有真心、真诚、真意、真力听主你，也听阮的厝边，亲像阮家己。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阮所做的一切拢会当有主你的看顾甲带领，互阮毋是照阮家己的想法去做，是主你甲阮同在，甲阮做伙同齐来做每一件代志。主啊，阮也将阮教会中怀孕的少女交托互主你，求你看顾伊腹肚内的囡仔有健康，嘛求你帮助伊伫即个怀孕的过程中，有主你甲伊伫地，有主你来保守看顾伊，也求主你看顾阮教会中遮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虽然阮的遮兄弟姊妹身体有一寡病痛，但是阮知影主你应甲因伫地，嘛知影主你的保守看顾因，求你引带带领。帮助因有主你的平安伫因的生命中，互因无惊吓。也求你帮助遮个照顾遮个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遮厝内的人，互伊遮个照顾遮因有智慧，知怎样来照顾遮个人，因的厝内的人，互因会使有互因会使有耐心来照顾因，嘛求你来帮助阮教会一寡
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逐日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的时阵，你就用你的话语来教示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互你的听来充满，互阮的心会当得到满足。主求你帮助阮教会，帮助阮每一个人，互阮会当更加来认捌主你，也会当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阮将阮一切的祈祷，遮侪的事拢交托互主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即是来吟诗圣诗402首，402首。吟诗了后，请传道祈祷，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听读、圣事的相通，甲咱伫地，对即时教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